今天的单词是“恶”，那香港那边有些人是前面多了个声母，发成“惡”。它可以指一个人的性格凶狠，态度蠻橫，用作形容詞。做乜咁惡啫？都唔係咁嘅意思。唔識啊！人住生隻冇屎花，冇屎忽個仔你生嘅，我睇你惡得幾耐，惡到你斷你為止。也可以指一个人或者组织有势力、有威胁力，令人畏惧。唔瞓啦，惡個人咪得出聲咯。今時唔同往日咯喎，大啲哥，講數一個人都唔擺喺度，恃住字頭惡晒。也可以用作名詞，就指負面行為或者罪惡。我睇你個樣作惡太多，罪孽深重。我當係做下善事，帶你翻去做和尚洗底啊！善有善因，惡有惡報，天理循環，天公地道。